哎，我讲，等下拼 link，打开 add link，过来是锁定的部分 ，copy URL，这。哦，关起来门。吃一下药啊！我中昼去，本来想要家己煮一盘，叫做四川菜啦吼，叫水煮鱼吼。结果先看伤复杂，我就去餐厅买，结果伤险，我食即嘛巴肚咕咕叫，等下巴肚听着我巴肚咕噜咕噜咕噜叫。好，哇，巴肚里等位。1636年，咱今仔开始读1636年吼，3个伊头前拢无，头前1、2个拢无吼，伊才对3个开始起跳。3个哦嘛无内容无介侪，3个14吼，写无几工啦吼，3个写无几工，但是3个14的内容诚侪吼。因为是我看嘛，写讲是伫台湾办公室所写的日子，第1636年3月14到10月初4，伊这是等于，好，这是伊的迄个 subtitle 啦吼。好，跳过，直接来读1636年3月14，直播送出去啊吼 ，OK。透北方无用准备大船，Rarop 好出航的代志吼。小补充一下，昨我咧读的时阵，因为伊迄个昨我读的其实有2个最重要内容吼，就是第一个伊拍磨豆社吼，磨豆社。导航了后，就签一个合约吼，有7条吼。搁另外是伊拍即个南平迄个叫做啥物社，即个一时仔袂记。南平伫个大公山遐啦吼，大冈山遐公山遐一个社吼，等于是伊甲即2个社拍落来了后，等于是伊伫南台湾，就是伫台南，即嘛台南、高雄即个位仔统治就正式稳定落来吼。伊伫拍南平即个社的时阵，日志内底写足，敢若几句话仔尔。我看到讲伫咧另外补充资料是甘惠林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内底，伫咧 Wikipedia 有调了伊。即段，所以我着甲迄段原来甲看过安尼，详细情形伫每一工拍即个个点吼，拢有写安尼，所以你若有兴趣再去看吼。所以我昨念的迄个部分其实是足重要，就是等于是荷兰人伫咧南台湾的统治正式确立稳定落来的两场主要的即个镇压吼。好，咱今仔继续看1636年3月14吼，
拄则讲迄建也是伫旧年的11月啦，吼，1636年1635年的11月。1636年3月14，透北方无用准备大船 Raurup 号出航的代志。下晡准备完毕，就准备煞吼，并将迄寡西班牙人套动来甲带入去船里，甲因送去船里吼。卡斯蒂加呢？哟，这是你写啥？卡斯蒂亚呢是西班牙人吼。伊讲甲迄寡西班牙人，伊后壁用歌有写讲是卡斯蒂亚呢，结果鬼说就是西班牙人吼。甲即寡西班牙人套动咧，来甲因带入去船里，伫咧阴暗出航。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真紧平安到目的地，因为即寡西班牙人匆匆忙忙来离开对归人马尼拉甲其他因的属地状况，敢若会当问到下底即寡情况甲记伫下底就是伊去问迄寡西班牙人的代志伊无讲为虾米会去掠即寡西班牙人咱继续看来，伊问到的情形是安尼旧年8月有2只大篷船对新西班牙新西班牙啥物所在？咱看注脚写讲新西班牙就是墨西哥啦讲旧年8月有2只大篷船对墨西哥新西班牙运7队的白人士兵来到马尼拉，其中有1批士兵被分派到各地去。通常是对马尼拉一年派4只小船、快艇或者是大篷船去归人。一年派4只其中2只伫咧5月来到归人，另外2只伫咧8月来到归人。伫即寡船只到归人的时阵，伫遐和希腊人咧交易，大部分交易的小数量的丝是一个布料，大批的空眼布，麻丝、Lankins 甲其他的好物，Lankins 啥也无讲但是即寡船只离开了后，因为已经无现款。所以对希腊运过来好物就较少迄寡大篷船通常是停留差不多3个礼拜，或者是1个月，然后就转去马尼拉，拢袂留伫遮袂留伫归人。西班牙人建造4个要塞或者是城堡的迄粒岛伫归人长差不多是1小海里，宽无到1小海里迄4个要塞上大迄个称做San Codif， 伫伊的4个城堡拢有采大炮，上活海边迄个是称做 Minian， 我看嘛，伊对注脚是安怎写？上大即个要塞称做 San Codif， 伫下底注脚讲就是伫今仔日的和平岛另外迄个注脚第5讲 Millian 是就是 Maximilian 西班牙城堡，敢若安尼写咧好。伫咧东边港岛入口的迄个圆塔叫做 Coevo， 伊写不详毋知啥物意思。离迄个坐伫咧山顶，指挥全部要塞上坚固的迄个要塞，称做 San Salvador， 圣萨瓦多
下底注脚是写讲，伫鸡人的西班牙市镇叫做圣萨巴多。伫迄个外边，就是海边啊，除非天气真好，任何船只拢差不多拢无法度通入来因为迄遐真侪石头就是石头堡啦所以真危险。但是对东边的港道或者是对西边的港道入来，经过迄个圆塔形的要塞，就真容易来驶入去该岛的内部。两个海员来起山，但是伫遐就因大炮，迄个位啊，就是伫因的大炮的射程内底就是你准备你去，但是是方便你去，但是问题是因的大炮踩伫遐你是凊彩船都袂互你入来对圣萨巴多要塞迄个管地一直到港岛的入口，距离等于是对。敢若像热兰遮城堡到北线尾迄个北平山丘的即个距离差不多距离就是安尼。约伫迄个要塞和迄个入口的中间，有一个几岛啊，即个大石头的即个沙洲。要驶入去迄个港道的时阵，必须爱对迄个沙洲的正手边，就是外靠台湾本岛的岸边，水深差不多20深到30深的所在来驶过大船和用客船一般的停泊的所在是伫迄个城堡的小可仔内面，水深6到8深的所在。但是根据希腊人的讲法，讲伫迄个城堡南边差不多半海里的所在。有一个小岛后面有一个大海湾，迄遐袂去互上述的城堡的大炮去弹着但是伫西班牙人所带迄个海湾以及迄粒岛，会当伫个几个所在抢着清水抢水啦西班牙人和附近的几个伫台湾本土的两个砖头的原住民和平相处就是西班牙人和因和平相处。因派两个神爸和神父住在遐伫遐住伫遐啦来异教徒来传教，也派两个住在淡水来向异教徒来传教，但是和住伫个较远的几个原住民的砖头继续咧作战。2年前，西班牙人伫个淡水海湾用石头起造了一个有4个灵堡的城堡，因对遮来运大批的米、番麦甲其他的食物去过人。好，继续看后一段。上述快艇和大篷船对马尼拉要航来过人的时阵，爱沿着吕宋岛，并且会当看到吕宋岛继续对福尔摩沙和马尼拉中间的正岛屿的西边，就是伊是驶即个菲律宾的西边即边啦等于是应该是要对台湾海峡过来若是拄着歹天气恶劣的天气，就要伫个吕宋岛西北边的拉外来入港来避风。除了鸡人和淡水以外，西班牙人还佫打算要伫个第三个所在来驻扎驻兵啦根据一个少年人讲，伫个迄个所在是称作加马兰就宜兰啦意思是西班牙人嘛，你打算要去宜兰遐啦发展，是伫个鸡人的东边。进前的时阵已经
派2个新兵甲40个西班牙人去遐，为着要伫遐起造一个城堡。因为伫迄附近，伫迄甲位啊附近的原住民有黄金，有黄金即个代志，毋若是希腊人，连原住民，特别是龙桥的原住民，拢强调讲这是真实的吼，真正是有金啊吼。宜兰遐有金啊，毋知吼，捌听讲。好，继续读啦。3:15。无特别的事，有一只容客船对福州来到台湾，运来一大批的西那麦仔酒，其他无价值的物件吼。透北风好天。3:16。3:16，南方今仔日早起，容客船广南河出航。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快速来到目的地。3:22，直接咱个2、4、6吼，直接26工。有北风好天，即几工无值得记载的事。即敢若有今仔日长官普达马斯阁下函议会决议，伊阁下要亲自甲上级商务员万山人前往芒港，要去视察，看是毋是会当互人伫遐来生产红砖仔，用来开始建造即寡建筑物。又搁因为沙根号和闽惠星号已经离开，无法度对片湖来运大石头仔来做基石吼，因此着要甲迄个目沙所围正坚固的即个盘篱，应该是读做盘篱啦吼。内底有采几门仔小炮。你起造碉堡即项代志，会延长到船只抵达以后才来进行。这是你讲芒港遐啦吼。3:25，搁让2工吼。23:24:25。游园是北风好天，即几工有2只容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其中一只运来50担的糖，5担的酸卷，酸卷是啥物件？对注脚写可能是迄个姜啦吼，以及一寡其他的杂货。报告讲，航班预定伫咧10工到12工之内会前来取地吼。歹啊，今仔日状况无介好吼。3:26，长官阁下和上级商务员万山人。按照决议出发前往芒港，伫咧中昼顺利来到台湾遮，来到即个芒港吼，看着一切拢做了真好。今仔日南风清爽的好天。3:27，今仔日长官阁下对一切拢来交代好势吼，命令交代好势了后，伫咧下晡离开芒港，伫咧暗时啊，差不多3点钟，哇，转来到台湾，这是啥物意思？暗时啊3点钟，还是离开芒港了后3点钟？应该是离开芒港3点钟吼。
又搁透北风好天，3个礼拜，天气和风拢像昨昏吼。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伊有寡符吼，注解讲是对希腊人请求伫阮的保护之下，要去住伫个网港来建造的即个碉堡，要去住伫个碉堡边仔啦吼。即个代志，决议讲，阮要甲即个希腊人讲，为着要弥补公司，为着要甲即个沙轮厝边吼所开销即寡开销吼，而且将来还阁有真大即个开销吼。为着要弥补即个开销，所以因若是愿意来合计一工付出3里尔，一直到迄寡沙轮真适当来甲压平吼。安尼，阮就会允准因伫个阮的保护之下，会当伫个迄个碉堡附近一个适当的所在，来建造房屋，来踮遐住。若是毋肯，就毋准因来阮的边仔来起造任何的厝，否则对因可能遭遇到的损失。会做过可能得到的好处。我读到煞毋知你读啥，就是讲要叫因伫个碉堡附近起厝吼。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荷兰人开的钱吼。为着要做建设开的钱，叫希腊人爱倒贴啦吼，若敢若 Trump 啦吼。好，3月31日吼，今仔3月最后一天，9:55。透北风好天，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对几项代志商讨了后，决议如下：第一，因为希腊人定定拢毋情愿互公司使用因的舢板，就是细只船啊，细只摆仔船吼，就亲像已经有几啊摆体会到的安尼。因此，阮要发布告示。命令所有人伫咧公司需要用舢板的时阵，拢必须要顺从，互公司使用因的舢板。若违反的人要没收舢板以及因所有的物件。另外，舢板顶的人每一个人罚款5里尔，就是要甲你用的时阵，你得爱交出来吼，并且决议。阮要甲特劳尼欧斯先生对网港甲调转来，要派万山人去遐接替伊的职务，以便好好来处理一切的事务啦吼，歹势。也决议讲，长官阁下为着要和牧师 Robert Junius 和新港的长老来商讨几项关系到新港的代志。将会伫今仔日或者是明仔载来亲自率领30个到40个士兵前往新港。讲即个长官阁下要直接去新港吼，进前拢叫因算进前话袂行啦吼。然后要。等下，我为虾米拄则讲真诶话袂行？我是，长官阁下讲为着要和即个牧师甲长老参详关系新港诶即个代志吼，所以伫今仔日明仔载要亲自率领30-40士兵前往新港，然后要接见
伫咧南部有5个砖头的多拉托克的代表。多拉托克是啥物？伊甲写讲，就是即马屏东县的东港吼，要接纳因伫咧阮伫阮属下和平相处的请求，啥物意思？并且要互因伫因的土地，甲因的土地呈现互阮。下晡，中国国下照国旗出发前往赤坎，避便明仔载早起会当前往新港。好，5个结束。还是3个啦，3个结束。再来4个。哎，啉下水。4月初，长官国下对赤坎出发前往新港，将要到的时阵来到新港。下晡上述的即个多拉托克的代表，就是拄则讲东港遐吼，的代表来呈现因的土地。总是牧师 Junius 甲以前塔加利昂拄则讲迄南边迄个社就是叫做塔加利昂社吼，塔加利昂社就伫咧公山遐吼，所以牧师 Junius 甲较早塔加利昂社甲即个放手是另外一个番社吼，放手社以及其他南部的人所提的即个条款来念互因听，所有条款因拢同意，所以塔加利昂社去互拍败了后，南部即只吼，一个就归顺啊嘛吼。即摆讲的即是伫东港遐的吼，所有条款因拢同意对，而且佫答应讲会遵办不辱吼，就是一定会照办吼，袂去订单着吼。所以阮就送长袍甲即个旗帜，免来讲，我之前早个已经袂记吼，制啦吼，旗帜，就是要甲长袍甲即个旗仔送去互因，送互即寡番社的人吼，会长老，并且会好好啊款待了后，因就拢真欢喜来辞行离开吼，来告辞。因承诺伫咧转去因的庄头了后，会将会尽力来转告一切，互因的人知影。今仔日有北风好天。4月初2、初3，风向多变，下晡四若又佫淡雷的天气。有荷兰人对小人征发转来途中去互大目共的居民来，毋知是啥吼，来抬死。即2天无用咧处理即项案件。有一个名叫做贾奎斯的人，被一般人认为是迄个就是凶手，已经该掠来监禁一段时间，并且严厉来审问咯。但是呢，也是查袂出确实的情况，因此中央国下含随行的议员来决议，要甲即个案件交予牧师 Junius 以及其他居民更较严厉来去调查。而上述迄个人伫咧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犹原将伊继续监禁，以便为着调查即个案件有需要时会当佮甲伊提审。牧师 Junius 所提起关系到新港人的迄个几点意见，也已经被商讨讨论过了吼，以便早转去台湾，伫咧议会里来进一步来讨论。
避免早转去台湾，因上讨是伫倒咧上讨，看袂出来。好，4个吹死。好天，出日的好天，透北风。张官国下伫新港一切之事拢妥当了后，伫咧今仔早起出发，航回转去台湾。伫咧下晡，到台湾，台湾咱是讲台南遐啦吼，看到一切拢真好。上色商务员特劳牛斯伫咧昨昏对芒港转来到台湾，报告讲，迄边的情况也是甲以前相像。根据伊讲，新仔人对伫要爱每一工付3厘的即个代志，无法度通理解。4月初5，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运来170袋糖甲1批灰仔。报告讲，航班伫咧8天到10天之内，一定会带2只装载丰富的用客船前来啦吼。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函议会决议，因为放哨的人、放哨社的人，甲其他的南部庄头的人要来，要求啦吼。其他南部庄头的人要求，决定要派牧师 Junius 解冻中尉孙营15到16个士兵，伫咧最近就要前往遐吼，就是应该是放哨啦，甲其他南部庄了嘛吼。借伊甲因搁较结合到阮即边来吼，要去，并且去遐搭出含伊所定的即个条约，互迄寡庄头的群众彻底了解迄寡条约的意思，还阁要去调查，阮会当用放哨的人同齐来对抗金狮岛的人的可能性如何？也去调查啦吼，也要去探听是毋是像阮以前听几仔新仔人讲过的，伫咧放哨当兵的庄头是毋是真正有黄金？就是要探听即代志吼。伫下淡水河是毋是真正有会当做茶的木料的树仔？并且决议讲，阮要命令迄寡伫咧芒港的新仔人离开，去兑换，或者是去其他阮想要互因去的所在吼。为着有了对因得到的好处，较少伫因可能会遭受的损失吼。今仔日透北风时间10:06，我已经要挡袂牢啊！毋知家己咧念啥？4月初6、初7无特别的事，透北风。牧师 Junius 解冻中尉率领士兵出发，按照本个月5号的决议，前往下淡水含放哨愿万能的上帝赐因顺利成功。基本上就是战后的即个算你收拾战场啦，吼。所以拄则有先讲昨读的吼内容最重要，就是你若知影讲因昨毋是我昨读的11个的时阵已经甲南部的写，当然因北边是麻豆嘛吼，南边就是迄个拄则讲的迄个公山迄边的迄个番社拍败了后吼，所以今仔日所读的就是事后即个处理吼。哇，4月
吹到10号早，一日吼连续4工吼，写甲落长吼。希望我有法度甲通甲读煞吼。来，互我30秒，互我小叮当去。我搁来摕一寡水吼。即内容落长吼，应该是真值得来个好好甲读，所以头脑爱较清醒啊，咱读到毋知甲你读啥，所以来食物件吼，食一个旺来酥。好，来开始。无特别的事，即几工有持续的北风，有几只种去船，有一寡价值未细的物件前往几啊所在。无特别的事写甲落长，好，咱来甲看。因啊，牧师该动中卫队放煞转来。放煞写我煞袂记。昨有讲，煞袂记。小等我查者，放煞是伫倒位？放煞写啦，吼。放煞写。是马卡岛吼，马卡岛是就是即马高雄遐啦吼，高雄县迄附近吼，高雄市高雄县屏东迄啊原住民叫做马卡岛吼，也另外一个名叫做放扫啦吼，是伫咧屏东平原的凤山八社之一。伊讲位是伫咧。位置是伫就是差不多今仔日屏东县南边水里村放扫，遐个所在叫做放扫吼，是凤山八社当中上南边的社群聚落。明末清初的航海手册记载，放扫社是伫咧下淡水溪的海港南边，就是下淡水溪遐吼。歹势这个，好，我直接点入去。我直接点的是预期必考的啦吼，资料吼。我即摆要看是看地图啦吼，南边水里村遮，copy 起来。屏东县南边水里村。我要查下地图啦，吼，歹势。电脑版吼，各位，趁即马食物件。我咧想讲，即条溪是高屏溪，但是敢若毋是吼，叫做南边溪啦吼，南边溪，遮吼，有一个地名就叫做放扫吼。你若看 Google Maps 就写一个放扫是南边，伫咧南边溪出海口遮吼，一个叫做放扫，讲即遮是放扫社啦吼。放扫社伊讲是凤山八个大社的上南边的一个社吼。
上北边就是应该是迄个塔加利昂社吼，伫咧公山遐吼。哦，咱转来日志写，歹势啊，哪食物件？因为中昼食迄物件了，我腹肚咕噜咕噜叫，我暗顿无食。好，咱转来日志写吼，讲阴暗牧师该动中卫队放手啊，转来。我昨昏读诶时有讲过，讲因去拍迄个塔加利昂社吼，是牧师甲中卫带，毋知几个兵我袂记啊吼，是毋1000个啊？敢若毋是1000个，是去拍麻豆，歹势我袂记啊吼。反正就是其中迄个带头诶，叫做就是主官啦，是中尉啦吼。所以即遮才写讲牧师含中尉对放手啊转来，所以因一路对塔加利昂社已经拍到上南边去啊吼。报告讲，因伫遐一直伫咧多拉托克迄个5个钟头吼。多拉托克拄则是讲啥物所在？煞袂记。东港吼，讲因伫遐一直。多拉托克迄5个钟头，受到迄寡算张罗啦吼，或者是酋长要安怎讲？求查者吼，查者甲字典。油吼，油。或者是仇，酋长、酋长哦，就着迄寡酋长含军将吼，真好又搁真客气诶接待。因为几下原因，所以无去南边诶其他诶庄头。因前往该处，互迄遐诶军将真愉快、真欢喜吼。也真有好处，因为注意到迄寡人，因认为讲会将会因离搁较含阮结合做伙。因为注意到迄寡人，所以会可能安尼会就是以后关系搁较好就对啦吼。关系到所定诶即个条约。牧师Junius 无甲因答出来吼，因为伊认为讲，迄寡条约有关因呈现因诶土地，互阮政府诶迄寡条款，将来会去互恶意诶死仔人恶意强调，互因厝来生阮诶气，来生气啦吼，对阮生气。即个因是讲啥？应该是讲迄个原住民啦吼，讲。因为以后即个死仔人会甲即寡条款摕来恶意强调，即毋知是讲啥物意思吼？反正就是安尼，原住民可能会生气吼。所以即个人无甲即个条约打出来，即个人用口条，就是用喙讲吼，尽伊诶能力来整个群众来宣布迄寡条款，就用喙念就好啦吼，无打字条仔出来。对安尼，因拢接受并且承诺讲愿意来遵行所有诶条款。关系到金西岛诶情形，金西岛就是即马叫做小琉球吼，小琉球。关系到小琉球诶情形吼，金西岛诶情况，以及放手仔社诶人对即个可能合作诶情况，牧师 Junius 调查较真详细。因讲，因诶语言。有一寡部分会当了解，但是对伫该岛诶情况，因迄遐诶即个磅空吼，因诶迄遐山洞啦吼，或者是因诶人数都无法度知影，都毋知啦吼。虽然讲因一直拢互相真友好，只敢若有一两年前，有一遍有几啊迄粒岛诶迄个酋长来过放手仔社。来因请求和平，因嘛同意咯。抑毋过因讲，因互相拢无信任对方，逐个拢
各自留伫咧家己诶所在，一直到最近无偌久以前，放索仔社诶酋长名叫做塔库梅，塔库梅，该动几啊亿诶人去金沙岛要去含因来和谈，条件就是讲因着爱落船，毋是落船啊吼，就是爱起山啦吼，爱登陆吼。但是因拒绝起山，拒绝讲，佫着坚持要留踮咧船顶吼。因为大家拢真惊，惊啥物？惊去对方诶所在去吼。所以呢，放索仔人就安尼就转来吼。即个应该是因去含金沙岛和谈，结果因无免坚持，就是放索仔社人毋敢落船吼，毋敢对船诶起山，所以就和谈就无成功吼，因惊嘛，惊讲去互迄个金沙岛诶人规个出草去吼。关系到黄金诶情况含产地，我方诶人对一个住伫咧放索仔，定定前往龙桥诶新仔人遐来得到消息。关系到黄金啦吼，我看下时间10:19，安尼好，逐读。就是迄个定定去龙桥诶新仔人遐，知影讲，等下吼，咱来看即个龙桥，伊遮有即个remark 吼，伫咧即个挂号内底吼，讲龙桥是伫咧搁较南边诶山里。一般人讲龙桥就是伫恒春遐吼，拥有16个庄头，全部拢是由一个酋长管辖治理，和放索仔社是敌对诶吼。所以，即个定定去龙桥即个新仔人，伊知影讲，对上述龙桥搁过去3日诶路程诶即个山里。有黄金吼 ，OK。对龙桥搁过3日路程诶山里吼，行3工。龙桥搁行3工会行到倒位啊？行到台东去哦。遐诶人嘛含龙桥诶人敌对，有黄金。还是行到垦丁去。遐诶人含龙桥诶人敌对，有黄金。黄金毋是对山里处敌诶吼。而是对一条河呢来，着用刣啦吼，毋是伫咧山去压出来吼。正如龙桥诶人，真久以前占领过因即寡敌人诶一个庄头，也取得一寡黄金。迄当阵所看到诶情形，因此牧师着派一个新仔人叫做南北，带一点小礼物去互龙桥诶酋长，用即个酋长可能对产金诶所在诶人会有所作为吼，就是讲送即个礼物去拍即个关系，应该会帮赞吼，有帮赞。要去看讲是毋是会当互因含阮来缔和，就是含阮缔定和平条约啦吼。即个代志会当如何发展？有待时间分晓。即个放索仔人民吼，身体悬大，真高强啦吼，真悬大啦吼，强健，结实吼，而且坚强有力吼，这是放索仔就是马卡达吼。身材真美观，但是大部分拢是脱目体吼。行路，而且，所以毋是干那脱目体吼，规身躯脱光光啦吼。袂感觉见效。伫因诶即个耳垂要安怎讲？耳珠啊吼，是耳珠啊，耳垂啦吼，有一个大孔吼，大甲讲阮会当用阮诶拳头母甲穿过去。因搁用一个圆诶木环，甲即个耳孔。甲即个耳珠即只即个孔，甲踢开，所以因诶俘虏无像因诶查甫人
遐尼啊体型遮尔端庄，所以马卡岛诶查某人是较笨重、较大箍。伫因诶私处吼，围着一条小布条仔尔吼，查某人啦吼，有小可围者。因诶房屋居室吼，和塔加利昂人诶相像吼，起了真低，而且真简单吼，真简单，简陋啦，已经简陋吼。多拉托克人诶，多拉托克就是真正讲是东港遐诶人诶清查房屋诶大诶厝，人诶样式和武器吼。也是拢和即个放手仔人完全相像，只是因诶查甫人无遐尔啊悬大。即个记载吼，大家小应该记牢啦吼。这是咱对即个南部马卡岛人诶即个印象吼，有安尼即个印象吼。你看因足身材汉草足好诶嘛吼。而且你看形容拢用足好诶词吼，汉草足好，看足结实吼，身材佫真美观啊！汉草毋是讲看起来讲，若敢若拢无咧练过诶吼，因这拢看每一个人拢敢若练过，身材拢足好看诶吼。因诶武器是安尼，我拄则人过无读吼，有盾，有飘枪吼，飘枪，有一寡人也有弓箭甲即个就是刀啦吼，刀要安怎讲？要用来劈的迄个刀啦吼，砍刀。关系着下淡水河的查，或者是由中尉和其他人去调查，就是关系着查啦吼，树木啦吼。报告讲，伫咧该河的入口吼，有看见规丛啊树，四周围粗差不多8尺到9尺吼。8尺9尺就是差不多2米，要到3米啊吼。悬有16尺到18尺，一般10尺算一楼吼，16尺就是1楼半，或者是要到2楼吼，2楼悬安尼。OK， 但是认为讲迄寡木料袂当挡无久啦吼，可能是真快后迄种差吼。含迄寡伫咧烂具树篮，或者是含威廉 Ipps 树篮内底诶木材完全相像。安尼吼，看一下即个威廉 Ipps 是啥物所在？讲是拢伫咧赤坎附近啦吼，拄则讲烂具甲即个威廉 Ipps 拢伫赤坎附近，因伫咧赤坎附近诶树篮，因家就号即个名吼。就是今仔日伫咧台南市诶东边吼，而且溯河而上，就是毋是辽溪啦，就是直接沿即个溪河吼，即个顶上游吼，去吼，所看到即个大树，抑佫比伫咧河口所看到诶佫较少。因此，就无佫继续调查落去吼。今仔日北风好天，好，伊写啊落长无啥物代志，但是主要是甲即个马卡岛社，就是放手社啦吼。毋若放手社，伊讲其实是对塔加利昂社一直到东港遐一直到即个放手遮吼，差不多拢是因即个民族身材吼。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好，读煞拄好，今仔日到遮结束啦吼。因为27分啊，咱看一下大家的笔记吼。4月11日，咱明仔载再对，明仔载我休困吼，过来2工后吼，咱搁再对4月13开始读起。好，来看一下笔记吼。我今仔日安尼直直讲，我爱困，我下底大概小飞机写来写去啊吼。OK，
好，来看笔记者巴比写讲，一直到1635年的9月，台湾当局就应该是得到巴达维亚方面的这个同意来增援，派兵嘛，征兵，所以因就伫咧11月23号发动军事行动，展开报复。报复就是啥？就是进前马达社的人甲因即个荷兰人杀死啦吼，应该是我所知影是甲因饲咧水硬毒死啦吼，毒死袂少人吼，几十人，所以因就要报复，但是拢无兵嘛，所以因毋敢顶当嘛，一直到即嘛，因咱进前读过吼，就是伊含即个希腊迄边的做生意的即个代志处理好势啊，因生意开始咧做吼，送轨道了后，因就开始甲即个巴达维亚迄边要求讲派兵来，准备要来好好战一场吼，要开始要来报仇啦吼，包括要出兵去金沙岛吼，拄则讲麻豆社搁金沙岛。好，咱笔记继续看吼。第2年，台湾当局搁伫咧圣诞节之夜中来拍败塔加良社。圣诞节之夜，我昨有甲即个经过即个详细情形，就是甘无叔所写的吼，我甲读过一遍吼，有兴趣去听看觅。约落伫咧即嘛高雄大公山所在，我无介清楚大公山和公山是毋是有差啦吼。我知影，我印象中敢拢伫迄甲位啊尔吼。即2场战役被看做是讲荷兰人奠定着南台湾统治权的即个关键吼。荷兰军趁着战胜的即个余威，最后陆续来降服了小人社、大目港、目加流园、多罗国社和小琉球顶社。1636年2月，28名原住民代表伫咧热兰遮城投降。因为1636年咱对3月开始读起哦，所以2月咱无读着吼，毋是读起来3月开始写起啊，所以2月咱就无看着吼。代表即个投降的即个仪式了后，代表着荷兰人的平定行动告一个段落。好，过来，旗帜吼，旗帜吼。旗帜就读旗帜啦吼。台湾就是大江内海吼。我直直读台湾，即嘛伫即个年代拢是指台南迄角位啊尔，但是人伊写台湾，你著写读台湾吼。本来迄角台湾就是即个名对遐来啦吼。伫即当中我读台湾的时阵，拢莫误会吼，含几粒岛无关系吼。好。过来放手社吼，巴比有即个笔记，放手社的即个笔记吼。好，咱来看讲文献中佫有记载，放手社是台湾平埔马口岛族古早的住落名吼。伫咧我拄则讲一个屏东平原的即个凤山八社之一吼，即就是维基百科拄则我有读的吼。安尼我著人过吼。荷兰东印度公司1635年发动塔加利翁之战了后，毋捌含公司冲突的放手社伫1636年主动含公司和解，直接就甲你投降就对吼。根据伊能家矩吼，即个日本的即个，我歹势我袂记啊，我甲伊甲另外伊敢是认为学家，我甲伊甲另外一个拢。合作伙哦，下骹有大爷资料。是吼。小对，伊是民俗专家。因为另外一个是，敢若是其实是日本的官员，就是公务人员尔，但是伊有兴趣，所以伊去做足侪调查。迄另外一个啦，叫做是鸟居农场吗？毋是，还是我甲伊名袂记啊吼。好，反正因的资足重要，就是因甲迄当阵的台湾原住民的一寡。风俗各种记载甲足详细啦吼，你去看拢会当看着足侪啦，足详细的记载吼。伊能家具伊会考据讲，放手社原本是称呼叫做阿加社，住伫咧高雄县南仔坑以及左营旧城附近吼。所以因本来是住伫即个
高雄市的北边哦，吼，毋是伫南边，是北边。后来是因为明田屯田所官督，所以迁往东港。李国明认为讲，伊能加据的即个讲法和荷兰文献的记载无符合嘛，因为你即马伫遐看到讲，即个放手社，但是伊敢若讲放手社伫倒位？其实咱拄则敢有看着？敢若无呢吼。根据荷兰文献讲，放手社伫荷哦对，伫放手社伫荷兰人进入台湾进程，就已经住伫今仔日林边乡下淡水溪以东的海边一带吼。荷兰所绘的即个古地图将放手社标示伫下淡水溪出海口东边。下淡水溪就是即马即个叫做高屏溪啊吼。无论是伫倒位啦，即拢是变成伫高雄市南边啊吼。所以荷兰时代应该放手社就已经是住伫遮吼，所以伊人遮是迄可能讲法是毋对啦吼。我讲是苓雅的园区吼，苓雅是迄边的哦。哦，苓雅，你有去迄个市公所，还是乡公所、镇公所去？应该是民政单位啦吼，去查一下恁兜的迄个户口簿啊，看有迄个熟番的记载无吼。因为恁足侪熟番即马拢。因为传到后尾无讲吼，大家拢毋知，其实因本身就是即个台湾原住民吼，嘛甲住伫遐，就应该就是啊吼。我家己有去查过啦，我是无啦吼。好，继续看咧吼。苓雅讲水里村伫因兜鱼园仔附近吼，放手社吼。好，这是放手社。说安平兄讲为放甲迄个渔夫吼，渔夫就是放手人吼，大家了解一下吼。所以你看渔夫嘛，生做一下缘投吼，迄面膜啊哈，汉草有好无我毋知吼，你若有机会拄着看觅看汉草有诚悬大无吼？好，拉美岛事件吼，就是伫咧小琉球即个大屠杀的即个事件，咱之前讲几啊遍吼，今仔无爱搁讲。好，笔记到遮吼，欢迎大家提供恁所知影吼，因为像阿明兄无讲，其实我都毋知吼。好，超过5分钟啊，爸比若无啥物特别的，我就关房啊吼。好，多谢大家，咱后一回再搁继续读吼。感谢各位学着足侪物件，好，多谢大家，好。